歡迎收睇東莞廣播電視台。我唔係佢哋嘅主持，不過呢，我就帶咗大家嚟到呢一度啦，茶園遊會。咁我而家最後彩排緊，冇錯。咁我見到好熱鬧啦，呢度只係冰山一角啫，呢啲就係 VIP 觀眾席啦。後面有好多帳幕，就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單位嘅。咁啊，我都好期待，好榮幸啊，可以邀請到根叔同我哋傾偈啊！茶園遊會嘅揸 fit 人啊，根叔啊，德高望重啊！望住阿根叔啊，喺度指揮大隊啊！呢度你頭先話有幾多個人話？我哋今年嘅巡遊隊伍咧，總共有1500多人。我哋茶園遊會啊，歷史講起上嚟啊，有500多年㗎啦。哇！啊，我哋茶園遊會啊，就係祈求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你們是在茶山念書嗎？是不是啊？對，全都是茶山的小朋友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帥不帥？帥。你什麼反應？好，1、2、3啊！1、2、3，我帥不帥？帥。啊，謝謝，好，加油 ，give me five。Yes，yes。哇，你哋表演乜嘢啊？你們表演表演大隻，表演大隻啊！我們是茶山最後一批農民。你們那個哇！我想看你把這個舉起來。我舉起來啊！我想看。OK， 啊，這個，哎，好，3連再來啊！我啊，1、2、3，各位靚女早晨。早晨。哇，好靚！你哋表演乜嘢啊？我見到你就沉船啦！你哋太靚啦！你哋呢班女團咧，即係有冇啲勾心鬥角啊？大家爭上鏡咁樣？冇啊！我哋好團結嘅，好團結㗎！啊，你話好邊個最靚？大家都靚。你唔好講咁多，你漂泊離間喺度。佢靚唔靚？靚，個個靚，咁就係講大話啦！你話佢靚？你唔好再漂泊離間。喂，靚女，邊個係單身嘅？冇。哎呀！好，我而家做嘢先，陣間揾你哋啊嚇 ，OK。好 ，OK， 加油啊！飲多啲水，我心痛你哋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坐 C 位啊！我以為你係一個奶奶啊！哎呀！你又整到咁靚，着到咁靚，你琴日講嗰日話你會跳舞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！你跳咩舞啊？古典舞啊！簡直係東莞 Lisa， 係東莞呢？東莞 Lisa Blackpink 嗰個係啊！你可以參加女團喎。係啊！可以啊！介紹我參加下。夏姐靚唔靚啊？靚！咁多粉絲嘅你 ，OK 好。有邊一個今日冇帶老公出嚟嘅？個個都冇帶。呢個靚女啊！哇，忍咗好耐啊！呢個冇帶老公。1、2、3，哇！暈晒，好，加油！好啦，數學題，阿東咧就叫啲小朋友教佢跳舞啦。咁咧就每個人咧都會教佢跳一次嘅。咁現場見到咧大概就有起碼8個細路啦。咁請問阿東要跳幾耐咧？冇人知。我美不美？小朋友，我在位，請小朋友不說話，我跟他誰比較美？謝謝，你們都很美，只有他不美，對不對？小朋友係唔講大話㗎。你們學跳舞多久啦？好久了，3年。我學了3年。我學了2年。
試着蠻。等一下，你們是一出生就跳舞嗎？你講，今朝到而家為止，你溝咗幾多個女？頭先我啲小朋友，你啲小朋友係咁快已經生咗十幾個，佢哋好重要，第一次感受到俾女餵嘅。第一次啊！好正！第一次感受到俾括弧細路女餵。欢迎大家相聚在岭南福地茶山，参加国家级非遗茶园游会祈愿纳福大巡游，共祈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以徐氏四方，保济安民。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的是东莞职业技术，他們綠意盎然，暗香浮動。我哋預備要出發啦，跟大隊，我哋喺呢個巡遊大隊嘅排最前啊，即係我哋都係門面擔當啦，同平時一樣。哎，嚟啦嚟啦！現在向我們走來的是港澳台社團協會茶山分會的代表。大家識個嗨！好多粉絲啊！特登嚟東莞撐我。他們帶着對家鄉的眷念，跨越山海，回到茶園。港澳台同胞們精神飽滿，校園滿滿，傳遞着現在都市的活力風采，更承載着一脈相承的鄉音鄉情。東莞，哇！點啊？因為成條馬路都係我哋行噶。我哋東莞好紅啊！啊！我啲女 fans 等緊我。好多 fans 啊！喂 ，hello！各位小朋友，點啊？迪士尼魔法世界 ，hello！嚟緊出場嘅係玩轉老朋友嘅一班朋友喎。玩住老朋友係咪玩啲老朋友啊？咪玩啊！我就係玩住老朋友裏面嗰個俾人玩嘅老朋友。我兄弟嚟喎。咦？我兄弟嚟喎。老爺，老爺，等你好耐啊，老爺。軍哥，佢運鏡㗎，佢勁抽啊，軍哥。啊，掂啊！我香港嘅閨蜜，香港嘅閨蜜，佢頭先摸咗好多大隻佬啊！佢東莞 YT 啊，好似 YT 啊，哇！我可唔可以？大隻，唔係你可唔可以？我拍埋嚟。不自量力啊！好好啊！好正啊！螳臂擋車。OK， 好，下次咬手瓜好唔好？好。爹哋好掛住你哋啊！嗰啲仔女啊，嗰啲仔女啊。好想你好睇哇！喂，唔好再擺 pose 啦喂！係呢2日入邊喺茶山玩有咩體驗？好好嘅體驗，係咁食，係咁飲，同埋係咁揾老爺奶奶。啊，咁你又爽啦！冇錯，好過癮。咁你呢？你覺得如果你要叫人嚟茶山玩嘅話，你會點樣介紹茶山呢？食玩夾，因為真係好多靚女。啊！不過你一講開食咧，我而家就好肚餓啦。不過好彩我哋而家咧就喺呢個樂融匯嗰度係好多嘢食嘅。好，掃街，有定你哋。阿呢茶山見，你快啲！佢已經做咗茶山新鋪噶啦，到時。係啊，你而家嚟揾蘇根玩。你抱我。好，我正可以抱到最後一次啊！因為佢將會成為人妻㗎啦。我哋2個美食家行美食街，嗱有呢啲壽司啦，哇正喎綿綿冰，你要揾到一個肯同你上刀山，
油鑊嘅人，你快啲落去。一定唔係我啦，嗰個唔係我。如果你哋揾唔到一個人同你上刀山落油鑊，唔緊要，你可以同佢上刀山落油鑊。唔好俾佢停！今日除咗有茶園遊會，喺超朗牛過朗呢度仲有鬆糕風味節，可以現場親手整鬆糕之餘，仲有鬆糕姑娘睇添啊！美女，我來了。等陣先，有啲咩啊？好開心可以成為鬆糕小姐，多謝各位，謝謝各位姐姐。因為我是07年的，我今年18歲，我第一次參加，謝謝姐姐，謝謝。恭喜你成為全東莞最頭嘅鬆糕姑娘。講咩啊你？男人嚟噶嘛？拉高晒平均年齡。誒唔玩啦，我食鬆糕啊！我估呢度體感有50度啊！影相就喺呢邊個角度影過嚟你睇下都咁 hot 啊！我哋嚟呢度2日1夜已經成功係啊，做咗感受過3次 show 啦我哋一世人都冇感受過嘅 attention。冇錯。一齊，火手先，我手先。1、2、3，喺最後都係睇返啲真鬆糕美女啦〜